10年前去推动工作，日本推动一个蔬菜上岛就唔得的。5年前，邱双伟为到过后太上嘅家开一间太上主题餐厅，2个人一路欢迎熟悉，更加餐厅内路系太上，家乡来有1900安多喎。无论做灯、碗盘、笔业，也算拍脸，看讲嘅东西也都总可以系太上。为做到充分利用空间，过后挖土嘅邱双伟也同传统嘅二楼打造做二廊，还提供菜体艺术家免费展览，同推动家庭们一地艺文空间。大象，大象，你的鼻子怎么那么长？妈妈说，鼻子长才是漂亮。接着糖多嘅通州，沙沙會嘈，小朋友畫嘅台上，未充滿甜甜嘅想象。这个是大象，然后这个是大象会有安心，这个是大象很喜欢向日葵，我就会画大象向日葵。哈那中意落眼嘅想象變做轉見嘅，推動兩件台上主題餐廳。對門口開始，除咗東到台上硬尖硬黑，日落去人工嘅灰ở兩度做嘅看見嘅東西，也係始終嘅溫度尖、攀穩、茶杯貼喺兩度，看得到嘅就下去台上。大象很多嘛，然後它每一個桌子都會有不一樣的主題，然後就每一次換不同的位置之後就有不一樣的樂趣。这一支是我第一支收藏的，然后那时候因为一家饮料店，它挂着这个，就是用点数下去换的，就觉得非常可爱，然后我就为了这支喝了很多杯饮料。對家下開始廖小蓮就開始收藏台上，10年來已經超過1000張，還有東到係朋友也係人客送嘅。然後像這裡是小朋友的那個扭蛋，對，就是常來的客人，然後他女兒就是去扭到大象。然后转一转，变大象啊，就拿来送我，对，真的很可爱。他才幼稚园，我们有一个客人，他很常来这边吃饭。那他到后面的时候，其实已经有一点癌症，已经快要，那他的哥哥呢，有一天就是来帮他买带晚餐，问他哥哥，才发现说他妹妹已经往生了。对，那他为了他觉得说，在这里我们照顾他们也很多，所以就带了这一顿大象送我们。大跳台上多咗故事，5年前勞工邱尚輝為廖小蓮打造嚟兩間餐廳，學美術嘅邱尚輝為到每打造熱鬧空間，未希望以後等嘅世界要展覽好看，所以除了熱鬧打造做熱鬧，還提供推動嘅彩體藝術家一張免費展示空間。我那時候看到他們畫的很多，類似那種山啦、海啦之類的畫。然後就覺得還蠻符合那個台東這邊的那個感覺，我就蠻喜歡的，就有那種特色有出來。好，因為他們並不是名家，他們也沒有很高深的學歷，然後他們只是很喜歡畫畫而已，是不是也需要有這樣的一個空間啊？沒有太多的譬如說條件規範，好，然後可以讓他們展覽。不過一開始長年內展覽並唔順利。準備推動年遲到，設計出身份的藝術地圖，辦展覽而做乜嘅呢？哈那邱尚輝每第一擺嘅過程當中，天天嘅好，天天嘅改變。就像說，來都開始經營畫廊的那個時候，我們在找一些創作者來展覽的時候，會去想說，這個畫得怎麼樣？會比較以說，技術啊、畫面啊，或者是說是。他表現得怎麼樣啊？去取決說這個要不要來這邊展覽，夠不夠格？可是後來發現到說我這個觀念錯誤。清楚彩體藝術家正係重點，兩張嘢還是擺新嘅展覽，5年來已經辦了28擺展覽，總算2擺係邱尚輝自家嘅發展。這張其實我是以都蘭山
作为一个想象的一个景观。那我这边是在那个小野柳，然后看都兰山啊，因为都兰山是台东原住民的圣山，然后就是虽然山不高，因为是面海，所以常常会有一些海上飘过来的云啊，然后笼罩在都兰山的山头上面。邱尚辉从小就好画图，对台北版的後山深眼淚，畫圖全係東台灣嘅山水美景。每認為唔只是賣花落實，嘅作品唔受到消費市場嘅影響，想法乜嘅，出發乜嘅。所以我会常常就是面对了一张空白的图画纸，然后我就想到什么，也许就是很随性的下笔，然后有时候画出来之后，我也觉得怎么会这种效果？所以这个有时候也常常会有个小小的惊喜。帮忙一下吗？这位快穿烫受到时間老重提限制，邱尚輝現在用水彩來創作，影下來咧就等樣批停下來。每認為魔法圖館嘅大量東西蠻難顯化，穿燙表哥就係幾個創作空間。那我就会去想说，我曾经经过在哪个环境，然后那个感觉，我就把那个感觉去想，把它画出来，所以就变成说是有点是想象的。那我在画的时候，我会心情就会一直投射在里面，然后感觉到说海的飘动，或是这个石头该有怎样的一个律动。展冲度兩部風格完全冇強容嘅畫，貼撇聲音主義，高天天嘅材料、電腦接度動作，可能咪表示邱尚輝就乜嘅道理推動，出唔上走嚟。我每次回台北都觉得台北好像蚂蚁窝一样，一大堆人从那个水泥结构里面走出来，又走回去，那个不是像蚂蚁的窝一样吗？然后人跟人的互动其实就是经过而已啊，它不会太多的一个他不会跟你聊天，然后就是各做各的事情，各走各的。那台东的反而给你哈拉一下，就是哈拉到不想走。本推動嘅奶飲係嚟，畫圖展現嘅係對推動嘅感情，留住了快穿燙嘅樹葉，用來見證熱了發廊。邱尚輝此招此材做起家，打幫台上穿燙，搞了一道朋友，為打幫藝術，還能藝術推動嘅人文風情。